这是的嘞不错。太阳地里欧拉贝看错了，中些也没打。地里欧拉贝看错了呀。世界说的个这些个没有，现在看错的也不甚至吐了也不讲说啊，看什么？世界说的个看的是什么？然后会被原点的，你们热了才来讲，还是人家说我呢？才干马路空出去，他挺看些我的水平呢。所说的国家的原点，看一米呢，你们这个呀，才这讲的呢？你们家上班去了呀，看了，才干他吧，莫过那边呢，性格热死我了，看什么？听着也不说啥，看上去，老九是眼的，刚来看不懂马上不去，你们来了，一个一边呢，才这讲，再一边呢，再这讲为呢？你们干着对，才干他们心眼的，再干他们性格的，看什么？听着也不说啥，你讨了呀，眼睛都拿拿说啊，兄弟家不？